后来，蔡总统发表谈话，除了讲反渗透法之外，嘛来懊恼到民进党的党主席杜英泰贡献真多，无理由提前来结束掉任期。若针对罢免韩国瑜的行动，总统讲尊重高雄市民的决定。蔡总统敢有呼吁罢韩行动的民众较冷静呢？这个罢免，这次的罢免是民间团体所发起的啊。那选举跟罢免都是宪法上所赋予的权利哦，所以我们尊重高雄市民的决定。另外，某香港媒体咧问讲，针对两岸关系，蔡总统进前有提出8日原则，选举了敢有具体做法？选后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对于两个关系的期待的表达了哈。那我们持续的会来了解对岸的想法哈。那我也希望就是说中国方面对于这一次的选举，台湾人民所表达的这种意见跟意志啊，能够深入的了解，并且对于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政策，那么也能够进行检讨。蔡总统发表谈话，就是希望讲会使稳定政局。